一平，我老爷嘅户口抢下钱过来嘛？好啊，麻烦你。我看一下嘅哦，系对台北钱过来系嘛？系啊，我钱到向学嘅6行8号，冇错。好，我先验验一下身份证。我老唔将资料同步到税务同地政机关，下一摆当年嘅地价税、房屋税、监理站嘅燃料税也都有相关税单，都会寄到新嘅地址哦。好啊，请看一下，我对台北迁到向学嘅6行8号系冇？系冇唔错，就请提一位签名。新式嘅户口名簿系打出嘅，唔做得先有详细记事嘅户口名簿。结婚日期、生人的出生日期嘅资讯都会印出来，系冇用到按多资料，未做得先较简单嘅种，未只会记事冇按多，请保留本人嘅资料听听。简单的版本就做得嘞。好，给请等一下。按叫阿公个人放嘅事，当无限系冇？我家讲家用无限系无限。不过啊，你哋过到冬快乐哦！人讲过早万善讲，唔惊人成房。故说我哋结婚呢，就转来户卡天数做填色，老人家都当细心讲我哋呢。嘅当好啊！也系人嘅户口名簿，同人留一扎联络电话。好，02-2345-6789。02-2345-6789。一位请签名，户口名簿加完2张身份证，还有1份结婚证书，规费总共是230几元。请哥等下一下，新身份证填定就做好诶。好，按次说哦。来，也是唔得嘅新身份证。哇，唔可以了，都奖呢。唔看起来咩当然到啊，安用出판好诶。系啊。恭喜你哋喎！